人落心没落，可比山中一条草。冬夏古早黑，面春发暖草，把它看看清。哎哈，30股没。上市公司它的外号统称呐。鳄鱼嗰种东西，它是一个宝。做马嘅都有做马嘅角色。咕咚咕咚的哈，像阿处当。一个80几岁还能跳能蹲，国宝呢？都老顽童用啦。这里是我的出生地，在我弟弟。这你弟弟的家？在这边住到几岁才出去？46岁。阿公冇睇到跑嚟。阿公啊。阿爸就49岁出世嘅。阿爺阿爸還年輕嘅時節啊，就又係跑功夫，體育啦，那就這樣，佢也學術呢，做陳師傅學術呢，剃頭啦、長扎啦，做皮鞋啦，乜嘅術呢嚟辦過一個，你培養個新北市，我都係新北市出世嘅，從細啊我就規劃跳。我愛上去平平跳跳，愛俾社會人。佢身體當好啦，佢我多擺可以去到新竹。關係嘛，那去啊，現在單呢去啊，材料單去買。你看佢跳像牛樣呢，佢要走咧。但係本嚟都快樂啊，氣氛先好啊，唔可以幾乜舊啊你，你唱唔唱嘅啊？獨孤擔咗幾乜舊啊你，好似台啊你，非常難得啊，因為咧老人家先非常難得，依難估，有橋先過，要揀木頭嘢行，冇嘅冇份去哦。牙咩再改掉手個，
改快嘅，改會慢完咯。啊，唔過潛水從來叫人潛死身。啊，危咩上到衝啊有嘅，危唔錯嘅，乜危唔敢接水呢？你唔朋友同埋咬啊上大雨好嘅，我不怕，我唔會講呢。啊，錯嘅我當面說。山歌我來唱那。雖然條白成把個困難嚟個，不過唔是通路見啊，唔是手勢，唔是手作噶，啊唔是講啊買去看乜嘅呀，做乜嘅呀，這年都不能牽制呢，冇事冇，你講冇事冇笑。好，一嚿大菇啦，嚿什麼菜炒菇啊？不小心人了，我還要去看那個馬戲團，平同事，還有睇唔同人嘅，跟住佢嘅門，嘅我都買係戲會啊，戲會我都買要去打法戲啊嗬，門打開嚟要去呢邊，去呢邊嘅冇同阿你咪嘛，人呢，係咪啊？叫阿你哋，天橋咁樣，要啊見嘅話你哋。佢哋冇教過，佢哋冇教啊！就童年咧，好懷念童年時節，當快樂。我們那頭位，我上個頭位好透視時節。啊！你以前嗬，6年畢業，我離開學校嘅時候。從畢業過程全部都流眼淚，流冇錯。也嗌咪落學校嘅童年時節離開，我把咪叫住，我真懷念童年時節嘅記憶。怎麼係咯？以前你識字嘅老師就教唔到嘅，而家佢哋冇教我冇乜嘅答多嘢。童年的快樂，攰了呀，回來這個農場、故鄉，這個門口，雖然我從那孩童的時節嘅，啊啲歡樂嘅時節嘅那個以前的景色，啊啲景象。上課院喺我哋就上課，冇路過睇路過了，冇看電視啊，看報紙啊，看那個時裝啊、西裝啊，都看你就是。我是得記，一度不把過去，殺頭一時記一邊考慮中嘅芝麻記，一記好咯，一記過日本話，一記客話，應該56年。買啊！我只過年啊。即係過年咩買？啊，20多年啊。啊，10蚊喎。幾杯錢幾杯啊？哎呦！
哎呀，前阵精彩，俺就做精彩，做主角，前阵都李文良做。中国 China， 中国的 China 啊，中国 China， 缅甸秘鲁嘛，啊德国对峙，富贵湖南是，哈哈哈哈哈。人同人俺嚟口傳事。唔係我做我費啊，有年個50年人。伊個有對話口罩之後啊，要新鮮啊，要用起來啊，用起來，他個出國都他個帳紅啊，哎要出國他個嚟啊，係冇，他個嚟啊喂，經濟上嚟都香港嚟，就係要香港嚟。有啲牙爸，俺老爺吼，就把以前民國年時代，一共要出安尼時裝嘅人啊，相當少。以前嘅人可能是5個人嘛，1931年2月2個月，1931年，佢哋個民國20年，也成時裝啊，俺老爺。要參加個國父嘅同盟會，要開批個。有時啦，我做書面，一下我表演我要做嘢，係咪咪做嘢神神父？我做嘢神神父啊！嗬，我表演出來同我咪一模一樣。睇呢度想想三叔公林亮峰。他爸呀！我要開始了，看下吧，一個鬧鐘啊！佢係呢面子啊！我哋做老闆咪，係嘛？老闆咪，唔拼到了喲嚇！哎呦，我拼到了喲！佢拼到哪樣啊？信不信你？我爸我咩信不信你呢？我又唔信咯。我做乜個唔信？我講下咧，我要講，我講我都信，又唔信我。我乜嘢？你講我信不信？唔信我？我講啊。你總是用啊！我冇講總是用，我講使用嘅呀。人家叫那風景啊，那我冇講幾句就好嘅，我講嘅我邊冇我幹嘛咧？都我上不能我查來啊，得佢一隻我個反叫嘅，我本偏叫嘅，我這個唔好意思嘅。嗰個邊人啲路嘅啊，你靠一個糖廠嘅研究所，研究化學嘅啊，你靠一所。這個做2年的時間有戰爭呢，係冇？太平洋戰爭呢，就要靠空軍嘅飛機修復員，上飛行機啊。專門修理那個順風七公水嘅，一定要薪水8個月。這世界一個嚴重啊！嗬，你講按嚴重來講啊，薪水讓60不人。我都投日本投行啊。你冇投入誒？係我投入誒，我投入咯。即係河馬刺殺嘅呀！好多人講太少啊，係個那個人哋建築用嘅呀。在家下什麼相當辛苦，也沒做乜嘢辛苦咯。戰爭也戰士一起拿去，所以戰爭時代乜個物資都缺，所有物資都供給前線用，
最困苦的审判时代，也就民国34年光复，到那个77、8年。你把时间给它变通最爱人生观念，给你把时间也发生，全都跑通的。所以你安生人啊吼，过来他就要打你3分頭平頭，所以唔敢出門。唔是講法咯，你地方嘅人安生人才揾嘅。到屏東啊，茶站嘅啊，全部都發通嘅，跑通嘅呀。我做好通嘅人啊，我農業，我師叔講我冇部分唔是做漁業哦，唔知㗎，唔要，我哋看人農業嚟哦。你一台個屏東嘅中山公園，而家用體育場啊，屏東嘅私立體育場，佢哋設計。因為你不是當編劇呀，他們講我有潛能哦。我有沒有參加到啊？都變名冊啊，都變有去管。按過去話吼，亞內也好，都一出到亞洲嘅就要前面搞波啦，冇合到。也好的，只係我睇人嘅，咁樣乜嘢好的呢？也好的，以前嘅農村裝滿上市，我成日都咁啊。所以我講出來嘅話哦，你青春也要追蹤。10年頭路啊，同你做些同做工都冇人咁樣啦，都5點嘅人啦。叫我5年代啊，我同也看你講翻啊，我有問題分子啊，我都不良分反動分子啊，我同也看你講翻，你冇報告，有5間年老人管，相當嚴重。佢來又咪做唔得啦，所以我想方法，咁我出把戲。我今日我都講我行長人生觀念，如果講下呢事，因為多數都唔得，我同人講翻樣嘢都冇人敢講。新嘅人原來新市哦，我係好過處嘅啲朋友哦，娛樂嘅就組織啊，啲種似個娛樂嘅啦，也去阿不了也去表演人唱嘅條啊，我就講我全村人見見種啊，我哋出牌買藥嘅啦，到處走啊，那條台灣人都走啊，所以全村人來合了咯，我那見種啦，比做工嘅時候數年個好。做工啊，嗰邊做啊，幾時日嗰1年冇啊，30million，我出8億1年半年70-80 million咗。我们要祝他演出成功。他今天要去哪里？怎么知道？那他今天要去苗栗，他刚跟我讲啦。我是他的精神支柱啊，精神最大支持者啊。你跟平常有工作嘛吼？啊，敢唔出去的？唔出去电影的哦。我這個已經人，去電影你國外嘅人，同北方人，
不过这些半年，炒复杂。冇去做上啥呗，那有做冇啥那按多，冇安尼样的。我是去体验啊，后里啊有冇？台中的后里，去市场茶去那个三文水果。每个客家庄啊，全城嘅客家庄我都跑出嚟，每莊我冇做過。最少啊，都還有最少都還有些做過2次，哦，有嗰種5、6次，像苗栗街度嘅，我出差呢仲沒喎，我一出差就2次人啱呢，同一個蔬菜冇晒比。看這呀，很多那邊。那边，出八一，黃金時代就民國46年到56年嘅嚇，即係我最高端嘅，安尼，我要到處做過去拜戲，天天拜戲，睇嗰個藝戲嘅嗬，全部都去到把做到好味嘅，看下表演啊。这样人家也看不到啊。叫啊！啊？你講冇喺度邊度啊？冇。幾耐叫啊？頭幾多個啦？這禮拜啊？那前一天那裡阿芬給轉過來啊？啊？但是在什麼？開破紅的呀，6堆開破紅的。哦。善書公是他的外號統稱啊，人家都不叫名字的，內行都不叫名字的。哎，國寶呢？對。有咩呀？冰冰水喎，嘅見我下次下套呀，就嗰個下次啲下做廿片沙，有個全部嘅，你出賣咗40萬部，破全套啦，跌咗啦。這當時嘅。我係下路子，一多桂翠楊秋日，見花美昆騰西，而花美我要新多昆南白，實在冇
感上啊，伊啦糖来啦。以前嗰時就民國50年上下嘅，係個是前年冇有麻痹，初個屬於麻痹。後年我老婆又做日做中期上面冇嘢，我咪要偏下啲面上行，我最痛苦嘅佢當女兒一段。你啊，你不當馬嗰度做啊？我朋友啊嗬，我朋友特別時尚嘅朋友啊，伊講阿隻媽你見做功夫嘅呐，冇做乜嘢講落唔到事的，哦，我將少來識公家條路，俺個公家條路家買咁樣概念時間呢，俺個高中時間呢，做技工。有一次我生日了哦，我刮身體，我爸讓我過去啊，呢餐廳半夜出檔還掉，都掉，是能力。你過了你講，哎，過去讓都掉了，我不你媽不是哦，有沒有看到哦？我80人嘅，我說呢，春年來我呢出去啊呢，對客家民謠，這個啊那個走通啊，發覺咯，年輕人後生人啊，嗰種啊看到嗰種羽毛祖宗嚟嘅客家文化一樣嘅，像民謠啊，像人家講更好嘅啊，做老人家冇看到後生嘅嚟嘅學。我也最怕講那啲客家文化，不過那方面人體硬體啊，就會失傳。也係那個老祖宗啊唱出嚟嘅民謠，所以一聽啊，我尊重，我嚟生存下去。山歌唱來。冇樣啊！一啲人你辛苦你唔錯唔就要睇。仲喺床啊，係我攞住腰板啊！自团人大鼓啊，自团人你唱唔上啊，自团人
過爭來。人輸得係夠嘅，我就會夠嘅；輸得係唔夠嘅，輸唔得夠嘅，我就冇份嘅。從頭到尾，產人管人成員啊，cái ngày ở cầu gì vậy mà con gì thấm màu không giống à, màu xí nó bao nhiêu màu không giống, nếu màu ấy truyền thống ấy cho màu cho hủ. 過去研究呢，風行一個推廣客家文化，讓人復出與在嘅，引入嘅就三腳菜茶，也我哋也去搞，繼續搞。林炳歡，安尼個30公拿李登妹，向下來演出了三腳菜茶戲。結骨啦，小豬嚟嘅小豬卡，我咪食落去，辣多貴脆仲少嘢。傳統係一舊歌，嗰種係一要舊，旋風係一要舊，溫太路特別嘅溫太路係一要舊，個蘇裡面火爐餅係一要舊，好多年南幹係一要學過。河東江係前拍馬就過年堂。大隊經過牙山旁，你看到當愛上面朝，太個你嘅講，你係愛嘅好羅嘛，愛係那個切果喎。哎呀老弟呀，哎呀老，哎呀，哎呀，還沒完呢。我真是会由衷的为休息，必休息时间。我不希望他安尼南到北安尼紧做啊。伊故意也喺表演很多的啊。所以我感觉到讲，伊有比较多你吃菜归湖的福气，相当有福气的人，我们才有办法说林炳芬師傅搞到啊。我都好解，我感覺我幾有信心啦。我本來我對我客家歌曲也有多多少少也有睇嘅有睇廟，有睇接圈都唱嘅，但係睇唱啦。所以好嘅時間，我感覺佢辛苦，因為年紀過大啊，伊搞我嘅時間可能佢無唱遐到安尼，佢陣痛安尼緊搞，伊都即個緊打哦，打完安尼即個愛可能嘅智力啊。可能你腦筋嚟去分析去答案，我說我根本我感到我有一位親手嘅向人哋炳芬師傅，我師傅佢同我輔導出來嘅，我親身嘅感嘅。伊摕迄個白布啊，伊咪到迄間古嚟到去穿麗莎，喺麗莎嗰邊旁邊，所以我都朝住附近都不去翕，有時我都會講老人家嘅，我哋是幫佢聽我哋說，我們全家我們李家的成員你家送下連包括我先生我妹全部一律也個尊重我哋炳芬師傅，我哋全部都係一定我很師傅我都很阿公嘅，伊可以講對我哋爸爸樣嘅嘢。
三叔公对客家音樂還有客家嘅口拍係深有研究。對我來講，我學到嘅係傳統普通嘅記憶。我想我留三叔公佢嘅專才，當然我學嘅東西千多，傳統嘅東西學不完啊。哎呦，拄到2個細阿哥誒，很多乜嘅名咧？人講睇條啦。哎呦，我睇條，今年幾多歲咧？我今年咯，18歲。你来炒，哦，东西又是又有葱山糕。原来做下的，也做诶，有伢的也。你不过也把迄籽也用唔错，嘅也迄罗熟嘅，变得黄黄嘅，外皮黄黄，外皮啊，安尼糊黄嘅磨碎嘅，就慢慢嘅外皮要剥開就成隻殼，那這個那這個人啊呢破開了呢，一行要分4ton工作，剝開了起不如一個那泡，一個拔開來。一個拔開來，拔開來地方有個殼。啊，是都便宜有人拿來做嘅呢二胡啊，呢個樂器啊的。聽講認真唔可以唱啊嘛，冇看有看過人啊嘛，沒講不了解嘅那東西。音樂的人是跟我們不一樣，同埋冇共用人係唔點應用很用嘅啦，嘛嚇一跳。有沒有想要跟他們學啊？有啊，有機會嘅話一定要學一下。你要不要教他？要不要收學生？有機會啊，一定要學一下啦，呢。什麼呢？智慧。一個很茶工廠，很名茶，一茶好嘅一個賣片嘅，差唔多做1年啦。邊爐邊一個呀，一個煮一個較多工，要搓沙子搓一邊。搓沙子搓過嘅，我用沙子也有嘅。按你多一隻，哎呀，差唔多1年啦，可以做2期啦，可以做2期。對廚工我做下嘢，哎呀，我咪都頭到嚟糯雞，有邊個人咪你用一個雞，我即個做嘅鮮雞，有即個做嘅，有冇好賣嘅，雞好嘅有啲糯破嘅嘢好嘅，人家有攞丟下呢，有做筍片嘅，丟落去，呀做落要長可能也長冇，喏安尼又長。有當然喺度丟鮮嘅，要按鮮嘅，一個鮮啊內鮮我馬鮮，內鮮我先按，內鮮啊內面嘅要內鮮我先按。去哪裡學的？你怎麼知道要這樣做？一個也好處我平常嘅太婆房，你是同呢我嘅徒弟啊，叫下也個太賣。一個也好啊，因為
到见中央啊，梁山人到见迄中央个管安尼管家嘛，这行通中央啊，冇改，安喏，正来都冇改，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我个性咯，好通的，有乜个付出嘅，我好付出嘅。不過你行為唔錯嘅呀，梗係付出個唔好，當唔好對嘅。我冇乜出入，我付出唔好。我付出嘢就泡湯。啲家動啲咩嘢無沙皮啊，可能原來我撈曬，唔過我邊有個路嘛。我唔講事，我做乜我唔講事咯？我把時間都冇試到啊！你嗱，我就睇面咯，頭擺件是用槍嘅，係冇？頭擺是用棍嚟，用嘅武士刀，咁重出人嘅，唔講事到就睇面，我嗰度路慢咯，我唔會明明我唔講事。这摆日仔搁较多啊！伊咧做啥？你敢知？伊对音乐较有兴趣，啊，对做琴啊，啥物拢家己手工做的，对不对？你看伊手工的物件哦，足精致哦，足水哦，完全手工的物件。这个在卡卡形，椰子壳。哦。椰子壳扭起来叫莺歌啊声，那个鹦鹉的那个叫声。大行拢会。大白，这是什么客家戏剧嘛？来了成都啊。成都嘿，这个是呢标准的国宝呢。行政院客家委员会感谢状林炳焕先生，客家技艺老师傅。老板，你之前不知道他做什么的哦？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我们这边的老客户。这个人乐观快乐啊，也带给自己快乐，好唔好来也带给大家快乐哈。开始未了哦。对，开始未。你唔捌看嘅？我冇看，这是真功夫的，这是。俺老诶，俺好个三角菜茶面油，俺咁講，台灣也學幾文字呐，先難。俺咁講，一其中啊，台灣面油啊，客家面啊，俺唔敢講，俺最高，最會俺唔敢講，不過俺學嘅啊，會做啲嘅，嗬。我咁講個相當完整，原來也冇錯誤，每句也嚟準確，所以我怕講，從我師兄師姐嘅就同尊兄弟、師兄弟麼呀，全部都是像嘅。所以呀，客家民謠話又要出嚟發育嘅，可以講青春藝嘅。
用我们做嘛个？嗯，我们做嘛个？那意思我啊，哎，要神将说神将可以啊，可以啊，我对呀，我一给你做托白，全部是托白呀，你我托白是你说，你做托白的，没得路给呀。哦，全部爱嘛，怎么？要全部没全部要的，我下一下呗。下一下嘛，好，下来都不弄嘛，哈。我什么时候帮下都好噻，下次。我下还不好了。飞机时啊嘛，个专门来顺抢安尼啊，顺抢安尼团体啊，阮这个咯，阮遐个你对学校去嗰度地方进来，但是我又唔伫啊，也一样来抢吼。头摆我哋去顺抢人民团体嘅时节，慢人个缩啊，唔对嘛？陈聚会哦，陈聚会哦，系咪？系啊。佢要用遐个演艺团体嘅一个名嘅，三叔公嘛个演艺团体嘛，干嚟啊，金切佢啦。